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嘅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福起来爱同大家小姐马啥咯？我知道佢係一個藝術家，佢咪係一個街頭畫家，還我知道佢係一個生活的觀察家。因為我知道佢做的身為一個街頭的畫家，佢聽透有眾多非常豐富的觀察力，還有佢有對呀非法的那種熱情，還有一種我覺得昂然的精神，所以一切都也下用啲街頭畫來學佢一家好人，繼續來分享。你今日來賓佢按到米豆，歡迎米豆老師，歡迎你。一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米豆，米浆的米，豆浆的豆。可能很多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哦，有可能在街头的时候曾经看过米豆老师在街头作画。对，因为米豆老师，我觉得你的整个样子非常的醒目，而且让人家印象深刻。对啊，这也是这个造型当初在13年前开始构思的一个用意，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很难忘记，让人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光是名字我就觉得非常特别，叫做米豆。米豆的，你刚刚说米什么米豆浆的豆，就是米浆的米，豆浆的豆，米浆的米，豆浆的豆，所以叫米豆。但是为什么会有人把笔名取成米豆？其实当初在思考这个我的笔名的时候，我希望是好记、好写，然后呢又不会忘记。那我就开始从我自己的一些个性啊，或者是可能的方向去做思考。个性跟米豆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英文的 MIDDLE， 就是中间。对，那它是儒家的中庸之道。哇！对，我是天秤座。是。对，天秤座是一个比较中庸的个性。哦。对，那我也刚好是10月最中间那一天生日。对，就刚好这样子将它音译过来之后，用米跟豆来写这个字的时候，刚好是好记又好写。真的好记又好写，再加上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出去外面工作的战袍吼，上面写着“米粮无缺钱不少，豆芽出头众人晓”啊，这个是老师自己创的这个你的 slogan 吗？对啊，因为我希望我把这2行字绣在衣服上面，虽然也是对自己一个期许，那就是希望不会忘记自己的一个动力，就是一直在这边。那当然，大家在看到衣服上面的字的时候，也容易记得我。对，就是米豆。对，而且除了名字很让大家印象深刻，老师的招牌造型，听说是你从第1届桃园考街头艺人的时候，你就已经顶着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造型了吗？对，因为那时候其实第1届街头艺人考试的时候，我想说这么多人去考试啊，那评审或许他在看的过程里面是很快的，那我要怎么样吸引他的目光？所以我在家里就思考了一下之后，就想说应该要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造型。那其实我本身就喜欢短发，对，可是那时候一开始剪的时候，其实还不是剪得很好，是因为这可能是临时剪的，对，但是也在那一次就媒体有看到我，对，看到我之后，然后我在作画速度上也算是里面是最快的，对。那可是因为后来就是试了几家剪头发的，他们都没办法达到我想要的感觉。你想要的感觉是什么？我希望再更利落一点，然后要很突出。可是在13年前，我想要剪这个头发的时候，好像那些剪头发他们都觉得说这样不是太怪吗？应该再更顺一点。对，那而且在开始剪的那一段时间，甚至我的一些长辈跟岳父岳母他们都不习惯。对，长辈们。对。但是现在他说，最近好像常上媒体啊、报纸啊，看起来应该艺术家就应该这样子。所以渐渐的看惯就是了。但是你在发廊都找不到一个适合你的发廊，剪得出你想要样子的发廊。那最后你是如何寻求现在这个招牌的发型？对，后来我找到了，就是我太太。我说那你帮我剪看看，我们来讨论，然后一边想一边修。对。后来，我发现他是剪得最好的，对他剪得最好，就这样就剪了13年了。13年。对。那这个有他，就是另外一个 slogan 介绍我这个发型，它是
10年如一日，7天休一次。10年如一日，7天休一次。对，但现在已经是第13年了，所以要变成第13年如一日，7天休一次。每年要增加一次，就每年要增加1年的数字就是了。对。你看到米豆老师已经拥有这样操行有13年哎，这么久的时间，其实这就是街头艺人的特色，对不对？对，就是其实那时候我希望他并不是只是一个街头画家，我希望他朝着艺人的感觉前进。哦，不只是画家，是要往艺人的方向前进，所以要做出自己的形象，做出自己的品牌。对，所以其实一直在中间摸索了很多不同的画风啊，或者是在各种场合在画图的时候，其实都一直在让自己能够再更进步。对。而且我觉得这个造型有点像，你知道，饭团上面贴了一条海苔。啊，对，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名字，我帮它取，就是御饭团头。就叫御饭团头，也叫做环保头。环保头为什么叫环保头？因为它只有上面的头发比较多，旁边是整个剃光嘛。那其实，在大太阳底下的时候，上面可以遮阳，它旁边是通风的。对，它不会晒伤吗？不会，因为太阳是从上面照比较多。那另外一个为什么它环保，是因为它用的洗发精跟水比较少，洗起来又快，然后原来如此，还不用吹风机，有没有？对，毛巾擦一擦就干了。所以环保头跟饭团御饭团头就是米豆老师的招牌造型。下一次泰嘎希都街头有看到米豆老师，就会认到饭团头。没错，他就是米豆老师。对，但是我想，街头画家、街头艺人，他们在街头必须面对这么多的人群，但是有时候人群很多，有时候人群不见得很多。就算人群很多的时候，来上门做生意，来上门就是消费的客人也不见得这么多。就像，我想询问一下米豆老师，听说你第一次摆摊是在桃园的莺歌老街。对，在那个时候是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天，我想说，我一直很喜欢画旁边的好朋友啊，或是我到社团教学生的时候，我都想要画他们。那天我就在前几天就约了学生，就带着裕达的2个学生，那用我想象的方式，就是几个板凳，然后几支笔跟画板。那我们就3个人就到莺歌老街，好青涩的时期，直接就地，然后呢，用我的想的方式，就这样开始画客人。但是其实有时候想象就是跟实际上会有一个差距。对，那天其实很兴致勃勃的去，画了一整天下来之后啊，发现结算下来，扣掉了纸张、笔材、吃饭、油钱。然后还要除以3个人，竟然那个总额只有550块。那其实心里面就觉得那呢，就是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不过因为在那一次的经验里面，其实我发现了我很享受，就是被人群包围的感觉。就是人在围着我的时候，其实我竟然不会紧张，而且很享受当下的画图。那我就想说，那或许会有一些改进的方式，让这个工作啊成为我继续更喜欢的一个方式。对，所以就回来开始思考了很多，或是看到一些其他的街头画家。那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应该要到一些真正人家是以这个为职业的地方，所以我就到了台湾，几乎所有画街头人像的部分都去看了一次。对，像我印象深刻有懂你的街头有发，就是像是淡水老街，对，淡水非常多人，那个是一摊接着一摊连在一起，从捷运站到老街那个部分，全部都有人在绘画，对不对？然后，但是我想要问老师的是，竟然那一天在莺歌老街的摆摊下来，你说整天的结算只有500多块，对，还要除以3，所以是含500多块除以3，对啊，因为我们3个人一定要分成3份嘛。对，为什么会这么少钱？是因为来的人上门的客人很少吗？因为其实一开始第一个我可能不知道定价，我好像1张我才收50块嘛。那时候其实没有一个商业的概念，就是自己画开心。但是因为有那次的尝试以后，我发现它如果要成为我的一个工作的话，那就有好多部分都是可以检讨的。所以我当然就要看所有现在在这个市场上的定价，然后他们的画风，甚至他们的速度，
那在当中，其实我就发现了，我在淡水老街那边看到了很多人被画的时候，其实是不耐烦的，或者是说觉得很痛苦，因为很热。我小时候画过一次。对。哦，那个真的是要坐在那里不能动，然后就等他画，然后那时候很小，你根本不知道坐在那里要干嘛。对。就是就坐在那里。然后就是如果画很久的时候，其实会从一个本来是开心的表情变成没有表情，然后在最后变成不耐烦，最后会想要离开那个位置。平均大概都花多久时间？其实，在那个时候，我看到在一般的画家，如果在街头画，大概都20-30分钟吧。对，那我就想说，如果是在我们印象中比较快的这个数字，大概就是3分钟。3分钟跟20-30分钟的落差很大。对，所以我就开始朝3分钟这个目标前进。哇！所以3分钟，你看从20-30分钟，大家原本兴致勃勃到了淡水老街好了去逛街。我今天安排了满满的行程，但是我经过了一个街头画家的摊子，我觉得我好想坐下来给他画一下，但是看一看时间，我居然要花20-30分钟，好吧，算了。所以米豆老师就想出了这个3分钟的画图的方式，韩国给喊出了一本书，我来教大家运用同样的就都得发出很有特色，然后又看得出他的性格，有他的人物特征的这个人像画。我自己还有自己的 slogan，对，就是根据这个3分钟，就是一坐二画3分钟，背画真的很轻松。哇，一坐二画3分钟，背画真的很轻松，到底有多轻松呢？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过来。大家又做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綜藝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底度來收嘅係馬啥呢？佢係米糧無缺錢不少，豆芽出頭眾人曉的米豆老師，歡迎米豆老師。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米豆。從剛剛有跟觀眾朋友講到後，米豆老師給米豆老師畫其實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因為3分鐘就可以畫出來哦。所以阿群妹愛現在就要來給米豆老師畫一下，恭喜了，嘿，我的榮幸。我覺得我今天真的超開心的，可以讓米豆老師可以畫。對，那我想要先問米豆老師，如果你現在遇到一個客人，你是先從哪裡開始下手？你會先觀察哪一個部分？如果你是面對面的話，面對面的話，應該是會先第一個感覺是前10秒鐘要感受到這個客人他是不是可以開玩笑。好，對，因為可以開玩笑的客人，其實你會比較好發揮，然後就是你會比較自由一點在畫面上面。哦，對，所以如果說一見面的時候，就是他會侃侃而談，或是說笑容可掬的話，那我這邊就會比較好畫的。哦，所以我現在開始嬌羞來不及了，對不對？沒有問題啊，就是剛才一直都是很開心的。糟糕，我現在覺得很赤裸，好像就是被米豆老師剖析的感覺。也不會啦，因為被畫的時候就是保持輕鬆愉快的心情，那我們就會把你的感覺表現出來。但是我覺得給你畫的客人應該會覺得很害羞吧，因為就是你看着我，你就要把我的五官特色描出來。對，所以通常我們讓客人第一個坐下來的時候，我會跟他說第一句話是：你好，那輕鬆坐之後，輕鬆看我的頭髮3分鐘。對。一坐二畫3分鐘，我這個頭髮就是吸帶型的，讓你注視。而且那個位置很剛好，視線我就稍微瞄着你的眼睛以上一點點。對，因為在看我頭髮的位置的時候，剛好眼神往上，那眼睛會比較大，女生都喜歡眼睛大一點。啊，好棒哦！這真的是你看街頭藝人、街頭畫家的這個小巧思哎。對，因為兩個陌生人要一直那個眼神交往的時候，其實都會尷尬。那我們會希望讓客人輕鬆一點。哦，而且我覺得老師其實你的畫的感覺啊，它雖然是那種有一點漫畫式的畫法，但是我覺得它的那個神韻都表現得非常的清楚，像是封面這個安潔莉娜·裘妮就是她的後唇。對對對，所以我現在有點好奇，老師我的五官的特徵。特徵啊，就是只有美麗。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對，然後聽說就是最近我同事啊有在翻那個滑那個 FB 啊，是，他們有覺得我很像一個藝人，我想要說出來給米豆老師參考一下。真的嗎？他們覺得我很像天心。
天心我画过他。真的假的？真的啊，我画过一个品牌活动，他就是那个代言的那个在大使。所以我有像吗？气质非常像，有时候美女其实就是一个气质嘛。不好意思啊，各位观众朋友。对，因为我们如果说你跟她长一模一样，就太假了。对，我觉得我也有我的特色。对。但是我可以追求天心女神的气质。对，没问题的，待会就会呈现出来。对，所以米豆老师，你是先由哪一个部位开始画，会觉得比较可以，抓到这个人的精神？我画的时候会从眉毛开始，就是从脸的五官里面再往外面画。里面往外面画。对，因为你在画，如果大部分一些初学者啊，他们会习惯从脸型开始画，再画里面。那从脸型开始画，其实会受到局限。受到局限的时候，你在后面要做调整的时候，会第一个比较困难，然后这个人画起来也比较没有那么的活的感觉，对，就比较没那么活泼。哦，天哪！我看着米豆老师的画，觉得我好漂亮哦。已经看到了吗？觉得很害羞。但是米豆老师啊，你刚刚说，我的五官特色刚刚被我那个天心那一段话打岔了。你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五官特色吗？五官特色就是有漂亮的眼睛，对。当然眉毛的话就是会离眼睛比较高一点，对。比较高的时候，其实脸会比较有表情。像我就是眉毛会离眼睛比较近，所以会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表情的张力。真的吗？我都不知道我的眉毛离眼睛很高哎。对，就是比较高一点，那会比较可以做出比较多表情。然后我这里其实有一颗有点被点掉，但是还存在的痣。对，我刚才有看，通常那个痣都在最后。它是爱吃痣。对，那爱吃痣一定要点出来以外，有时候我们在画客人的时候，他脸上可能有痣，那会在一开始的时候问，或是在最后的时候问，或是甚至就不问，因为有些字我可能会知道它是好的字，即使点的时候客人会说不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他那是好的字，应该画出来。对，那可以画稍微小颗一点啦，这样会不会很机车？不会，机车客人。对，所以3分钟画好了。对啊。我们就按嘞，打在古打打，米豆老师就画完了。好，这是线条的部分啊，好可爱哦，好喜欢哦。但是我可以再加码演出一下，就是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对，这比较特别的可能要摄影机要带得到，因为我要画头发。对，这个头发是秘技。秘技哦，这是秘技哦，各位观众朋友要看清楚。这个笔好酷哦，老师，这个笔是什么笔呀？这好像不是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会遇到的、会碰到的画画的工具。对，这是麦克笔，只是它刚好笔头比较宽。这是水性的吗？这是算酒精性。酒精性的，所以它画了就马上就干了。哦，对。所以绘画在街头绘画其实很重要的，也是可以赶快干这件事情。对，然后一个其实，在街头它就是一个表演的性质。在街头你在画的每一个动作啊，其实都是为了要吸引其他人来看。那像我用这个表现的方式，它可以做出头发的光泽。对，看到了那个所谓头发的天使光晕嘛。对，那这个光泽会让旁边围观，即使他不想画的人，他都想要试一下。哇，我居然可以做出那个知名洗发精、那个洗发广告女明星的头发的样子。对，会不会很夸张？就是这样子。哇，好可爱哦！所以这就是米豆老师眼中的阿群猫。谢谢老师把我眼睛画这么大。眼睛真的有大我们才画，觉得很感动。谢谢。好，对，所以米豆老师，其实我觉得。抓到神韵是一件事情，但我在书里面有看到，你说绘画，画人像画会有要用到加法跟减法。我们现在跟大家讲减法是什么意思好了。减法就是通常会用在比较多女生，对，因为女生她们通常希望漂亮，对，漂亮的话就是脸上的细纹，她们都希望都不要啊。对，那因为其实，在画这个用减法来形容，就是大家都希望这幅作品带回去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挂在家里。那如果说他画起来比照片还老还丑，那基本上他可能不会喜欢。所以当然我们就会
减掉一些可能不必要的线条，比如说可能是眼袋啦、鱼尾纹啊、法令纹，对，但是它还是能够保留这个被画者他的特色。对，那另外加法的部分就是可能有一些中年秃头或是头发比较少的男子，或者是小 baby， 他们头发可能还在长，比较稀疏。对，那这个就必须要用加法。那并不是把头发加上去，因为有时候我们把头发加上去，反而会失去原来它的特色。所以有另外一个方式，可能就是加上帽子，或是如果是小女生的 baby， 就加上发带，很大的一个蝴蝶结。对，这都是一个方式。减法跟加法，而且我觉得米豆老师他的人像画有一些是发挥他自己很贴切的创意，也是发挥你的创意的。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女生，她的脸当然就是照她的样子，但是她的身体你把它画成章鱼。哦，对，因为那个作品是因为他是做企划，对，那他做企划以外，他还会做一些布置的部分，所以可能就是会有笔啊、刀子啊，或是其他，就等于是像八爪章鱼一样，很忙。对，很忙。然后刚好又是他的生日，所以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他非常喜欢那个作品。对，就是看起来很丰富，然后很精彩。对，而且其实有一些像，就是会有一点夸张式的画法，像是这个男生的鼻子，对，他其实再看一下他的本人，这个鼻子就是他的特色。对，他鼻子非常的坚挺，对，非常挺。所以他的夸张的画法就变成这样。对，会集中在他的特色，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他的特色如果是他的优点，对，因为有些人他不喜欢他那个特色。他认为是他的缺点，对，所以我们会将那个特色放大以外啊，让它呈现出来是感觉是一个优点。我有看到一个，我觉得老师你怎么可以这么不礼貌？这是他的龅牙，对，但你把它画超大2颗。对，可是那个妹妹她很开心，就是她在被画的时候，她一直都是在笑，然后一直在说笑话，对，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可以开玩笑。画完以后，她父母觉得很好玩，她就是这个个性。对，就把它整个都呈现出来。所以其实虽然夸大了他某部分的，就是比如说牙齿这个部分，对，但是其实他的整个人物的性格特色，说不定是更挑出来的。对啊，有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那个时期在戴着牙套，对，那通常我会说，我们加牙套不加钱。哈，对，加牙套不加钱，就会比较让他可以觉得好玩，然后或许可以让他愿意让我画下牙套。但我们牙套在画的时候，可能会画出不是方块的，会画出爱心，或是画出星星，就是帮他做造型，但是还是一样是牙套。对，哇，像现在相片电视的相片上面，我们看到有董董这个真实的人物跟老师绘画出来的人物，他有都有看到。其实虽然跟真实的，就是你很明显的看到这个是漫画式的画法，但是整个人的神韵跟特质，像现在看到他明明穿着衣服，老师偏偏要把他衣服就是解开，让他露出这个可能本来没有的肌肉。是，因为有时候他们可能是一群朋友，对，那被画的其实他是被闹着的，被拱着出去画。对，那可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其实就是要顺着那个欢乐的气氛，画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更开心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街头画家、街头艺人画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快乐，可以带给自己快乐，也可以带给周边的人欢乐的一份工作。对啊，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被老师画的过程，我也觉得，我好像更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的眉毛离眼睛其实距离有点宽。好，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跟众人了解米豆老师的故事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總一群阿群妹，要就是我米豆老師畫的我，很漂亮，我很喜歡。過首剛哈短短的你大最過的時間，米豆老師就幫我們畫出來一個很漂亮的，讓阿群妹很喜歡的阿群妹。對，那其實我想要問問看米豆老師，你在街頭上畫了這麼多人，有沒有哪一些客人讓你覺得印象深刻的案例故事？哦，其實真的畫很多人，然後也很多不同的活動。對，那其實會有一些印象的部分，就是被拒絕。被拒絕，對，被拒絕是會比較難過的，但是因為被拒絕，所以知道怎麼樣修改，然後變成後來比較好的。那就是女生其實她們不喜歡被畫太胖以外，早期我在畫的時候，
还会把看到的双下巴就直接画出来了。对，因为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人家是喜欢的优点，而不是那个讨厌的那个缺点。对，所以在那个被拒绝的同时，其实就觉得，或许这样的东西真的人家是不喜欢，应该找到人家的优点，而不是把别人认为的缺点画出来。但是我觉得这有点难拿捏，所以这就是米豆老师刚刚一开始说的，要观察这个人能不能被开玩笑。对，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一坐下来不怎么说话，那你可能就是要再跟他多聊几句，才能够比较了解一下。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在画的时候啊，其实可能有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是小朋友。对，小朋友他们其实不怎么能够坐在那里。甚至我画过一个活动。那个小朋友是满场跑，然后那个我知道拿着画板，然后就追着他，追完1圈之后，然后把作品画下来。不过在那个也是很有成就感，因为他的父母就说：“哇，你好厉害，你追着他还可以把它画下来。”天哪，这个要 double 收费吧？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追着孩子画，那如果是你说活蹦乱跳的太麻烦，那如果是乖乖的，就是你知道睡在那里。就是小朋友在襁褓里面的 baby 的那种。对，因为有些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他是睡觉的，那我画了，但是其实画的时候，我可能还要再看一下他父母的眼睛，那父母的眼睛才能去推测他的眼睛大概是大是小。好，还要这样子推测。不过现在我比较有一个自己的原则，就是小孩子要不哭不睡觉，我才能画。不哭不睡觉，因为哭也很难画。对，然后不睡觉我才画。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开始要注意到自己的品质，而不是硬着来把它完成。对，而且其实米豆老师你也有在画宠物，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动物就是你看狗，都是哈士奇好了，你很难做一个很细腻的区分，哈士奇跟哈士奇有哪里不一样，眉毛跟眼睛的距离比较宽啊，还是怎么样的？其实它也不会太难，只有你在画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发现，它就是像我们。看到人类可能有双胞胎，对，双胞胎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其实也认为它很像，可是我们真正在画它的时候，就可以找到它可能是眼距比较开，或是它的眼神看起来比较哀怨。狗狗它们就是会有那种感觉。那画的时候，其实你再把它强调出来，你就有办法做出区分了。对，像在书里面也有提到的画狗狗，这一只叫果果，这只叫阿酷。对，然后2只都是，这是松狮犬吗？对，松狮犬它是那个主人领养的，在画的过程其实它一直流口水，一直流，然后主人一直在帮它擦。对，就过程我觉得很有趣。它一只灰色的，一只灰黑色的，然后一只是咖啡色的松狮犬，然后2只的表情都不一样。对，就阿酷就觉得比较有精神，然后果果就是你知道有点下垂眼。很可爱的感觉。其实我在画狗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的表情让我心里面一直都觉得很好笑。怎么说？就是他们好可爱，就是像小孩一样。对，就是很卡通，非常卡通，所以我就一定要把它画得更卡通。哇，所以连宠物都可以画。那其实，在街头上，这么久了，一定会有一些让你很感动的事情。听说也有一件很感动的事情。哦，对，我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曾经在大溪老街，在那边画。那一次是从早上一直画到下午的时候啊，其实都很多人。那其实我的作画的习惯是我不会去抬头看围着的人是谁，所以我一直感觉有一个目光，他似乎都没有移走。他人比较少的时候啊，我稍微抬头的时候，我发现是一个男生，他大概18、19岁，对，他脸色很苍白，讲话就慢慢的。他就蹲下来，因为我的椅子是比较低，他蹲下来之后，他就从口袋慢慢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然后呢，再拿出另外一张比较新一点的照片。他说：“这个是我的家人，那我的姐姐她没有跟我们一起住，那可是我们现在都分开了，我希望是不是可以帮我们都画在一起？”对，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不画照片的，因为照片其实如果你参考值不高的话，画起来其实作品会不好。那可是我觉得他讲那一番话，我其实就是被感动到了，我帮他完成了。完成之后，其实我看到他似乎眼眶泛红，而且他讲的话比刚才一开始讲话更慢，然后他很感谢的简单几句话付了钱，然后他就慢慢离开。所以那一天我就开始思考，或许画图也不是只有赚钱，
你在赚钱，同时其实帮助人，其实是很开心的。真的，我听了都觉得很感动。这或许是在他心里面埋藏很久的一个想法，对，但是又不知道去找谁可以实现这件事情。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被注视到了，然后呢，他愿意把这个责任这个任务交给我，其实我真的很开心。真的，对，而且除了就是人像画之外啊，画形形色色的人，画各式各样的人之外，其实米豆老师在11月也开了一个个展。对，在那个健行科大图书馆。那时候这个展览是因为我除了画人像以外，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就是另外创作的风格，艺术家藏不住的。对，因为我就是真的从小都喜欢画画。那除了画人像，它是一个纯直接的商业行为以外，那我觉得创作这个我自己的风格，其实又到了另外一个自己很享受的一个世界。对，但是就是我看老师的这个创作的这些图画，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人像，但是其实我又觉得它比较接近抽象画，像是这一张它的它好像有两个脸，对，它想要表达的感觉是什么？其实我在画这些作品的时候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并不会只有你看到的第一个那个印象。有时候你退后看的时候，跟近看的时候，或是我的一些作品，它是转角度来看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意象。对，所以也是算是让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现在是不如意的，有时候你退一步，或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的时候，它或许是比较美好的。对，那当然我的作品是充满比较多欢乐跟有趣的感觉。对，都是童趣的。对，所以有时候它可能会共用一些元素，可能鼻子会是另外一个脸，然后呢，它的嘴巴可能会有一个毛毛虫。对，那我这次的创作的个展，它的串联的元素就是那个微笑毛毛虫。微笑毛毛虫。对，微笑毛毛虫的话，就是会出现在嘴巴的位置。哦，对，我看到了。对，那微笑毛毛虫其实它是让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很伟大的事物，它在最原始的状态的时候，其实都是很微小的。那毛毛虫它可能未来会变成美丽的蝴蝶，对。那所以我用毛毛虫来做这个意象的串联。真的，我觉得米豆老师他其实以前也是一只毛毛虫，而且其实这只毛毛虫之所以会变成蝴蝶，跟毛毛虫的爸爸有很大的关系。好的，其实我从小都不喜欢读书，读书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不过课本上面画了很多的图啊，或者是下课不看书，都是在看漫画书。高中联考的时候，我爸爸也看我都没有在看书，家里都是租漫画书来看。可是他竟然没有告诉我说你怎么不读书，他只告诉我说你不喜欢读书的话，那你就把你最喜欢的事情把它做好。他一直知道我很喜欢画画，对。那其实我喜欢画画是因为我一直被鼓励，就是我爸爸他是从小种田嘛，所以我画好的图其实每次拿给他，他也没有多说话，他就是举出大拇指。哇！对，但是其实我觉得那只是一个爸爸对小孩的鼓励啊。其实我没有画得很好，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鼓励的环境之下，对，我就就似乎就让自己就慢慢的越来越喜欢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开阔的成长空间跟鼓励式的教育方式，让米豆老师，你看现在这么厉害，而且米豆老师的儿子叫做小米哥，现在也继承老师的就是志业，也一起在画画，对不对？对，我们现在如果有画一些婚礼或是品牌现场，我们可能会一起服务。那他也独立在另外一个风景区自己独立作业，对，我们刚好在不同的位置。对，而且今天米豆老师单枪了同大家分享讲嘅故事，还有他非常大方的要带了书来送本大家。那我们来回答米豆老师的一个问题，在福气来的粉丝专页回答米豆老师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这个书哦。我们就会抽奖，抽2本。那我们现在请米豆老师来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是什么？好，刚才我在节目中有说到，我画图的这个部分有2句话的 slogan， 对，1做2画几分钟，几分钟哦，被画真的很轻松。
一做二画几分钟，背画真的很轻松哦。各位观众朋友，记得要上福喜来的粉丝专页去留言回答答案就可以抽奖哦。今天谢谢米豆老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观众。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先休息一下，停等运通欣赏周运通。